有一天，麗娜正在嚼着她最喜歡的粉色口香糖，這是她剛從商店買的。她興奮地吹起泡泡，嘭嘭嘭，開心地笑着。但最後一個泡泡比以前所有的都大，這次我一定能破紀錄。麗娜深吸一口氣，隧道泡泡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，終於啪爆開了。突然，麗娜在粉色、紫色和綠色的光芒中旋轉起來。當她睜開眼睛時，看到的是閃閃發光的天空、柔軟的小路，船有用口香糖做成的樹木。這是哪裡？麗娜驚訝地說。她低頭一看，發現連地面也像口香糖一樣可以拉伸。歡迎來到口香糖島，一個細小的聲音隧道。麗娜轉過身，看到一隻口香糖做的蝴蝶。我是波菲，這裡是糖果王國，但要小心，口香糖怪物很孤寒。麗娜歪着頭問道：怪物為什麼沒人願意和他玩呢？波菲拍了拍翅膀，因為他碰到的所有東西都會變成口香糖。就在這時，地面輕輕顫動起來。他來了，波菲低聲睡。一個巨大的影子出現了，怪物又大又尖，但眼中充滿了悲傷。你好，麗娜溫柔地隧道，我是麗娜，你想和我一起玩嗎？怪物驚訝地眨了眨眼，和你，可我會把所有東西都變成口香糖。麗娜笑了，那我們一起做世界上最漂亮的口香糖雕塑吧。於是，他們開始工作，將粉色、紫色和綠色的口香糖混合，建造了一個巨大的城堡。麗娜笑着說：看吧，你在口香糖島上已經不再孤寒了。怪物的眼睛閃閃發亮，他的心中冒出了五彩繽紛的泡泡。突然，一陣柔和的風吹來，小泡泡在麗娜周圍飛舞。該回家了，波菲說。麗娜閉上眼睛，伴隨着一聲啵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間。她看着自己的手，手裏旋握着一小塊閃閃發亮的粉色口香糖。